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特时都会带大家向下行业大自然去探险。有的任务做得七家万事，不过有的比赛就会老人向下合作了。特时都会天天也得成员蛮耐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接拳金木水火土。來到美濃岐山，也特別係岐山嘅料件，你係今日會挑戰嘅素菜哦。所以是一份清高嘅三煞，係河小丸、豬黑發、魚腩卷，其他都分配出嚟，狀元泰、羅元珍、老豬昂腰。有嘅參賽者已經來到岐山同場，今日啦。大家要聽好了挑戰，揭上奇米山檔。頭下嘛就嚟現場看啦，揭山的專家樣嘅講。爬山有一個潛規則，第一，你行進的當中絕對不能超過我是向導。然後有個押隊的人員，你們也不能落後於他，知道嗎？今天我當個弟子，請你們持平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來到岐山同場，聽錯愛食好食的魚嘅餅。有人托紅開胃，有人托白開胃。好，吃紅豆的舉手。好，請去後面領藍色的包包。好的。哦，原來啊，托到香用口味嘅，就會拌到香豬哦。然後花生。真的哎。去後面領黃色的包包。藍隊隊長是誰？黃隊呢？他為什麼是你當隊長？我連班長都沒當過，怎麼當隊長？那你對後來的隊友有什麼期待？專有，沒那麼理想。我們那裡海拔差不多800公尺，山頂是1000多公尺啊。很簡單啊，318嘛，很簡單嗎？所以今天對你來講太容易了。很簡單呐。這邊就是登山口。太隱秘了吧？太隱秘了。他是故意要藏起來嗎？而且路還被那個樹堵住。通常的登山口就是小小的。這樣才走進去，它才會變寬敞。很好玩的。對呀，我們現在要從這登山口上去啊！你們今天有一個任務，我們要做進山，不是要山上該留下來的東西，我們都把它剪下來，好不好？兩座山的過程當中，團體分數有2項，特別青松嘅吹就得拿到1分，地數加出較高嘅吹，咩就得拿到1分。個人分數咪有2項，一個係揭山應該第一事情搶答，講錯一題就拿1分；另外一個係水缸飲垃圾，成功水缸飲到垃圾嘅就做得個拿到1分。青米係專家加分，三位專家各3會選出一位整體表現較好嘅成員，然後佢加1分。可以把這個拔下來嗎？揭山呢，唔單止係味道嘅工黨，還會做山嘅樹骨架哦。特別會造成自然環境清重嘅負擔。據說啊，係個會有機會揭山嘅時節，就會記得順勢飲垃圾哦。有，這比我們學校那邊硬多啊！如果你爬山怎麼會帶得太快？嘿，從剛開始到現在都沒有平坦的路哈。有啦，有一些啦。小段。哎呀，你看，我找到資料。而且不要搶。對啊。不要擠了，他們多啊。超過了，這個。
整个绳子都不该出现，把绳子剪下来摆进去。奇尼山的開拍無結果，而且上去後像一個樣嘅，不過其實當定呢，古所鬼路誒都要索嘅，保護客山人的安全哦。哇，这里好陡，要滑下来。你看，像这种地形，你要拉着绳子下去，所以你要等前面一个人完全都下去了，你才能够拉绳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在下降的过程中啊，绳子会放松，你不容易拉住，你会整个被他拉着跑。不可以一个接一个哦。锁定目标，你的目标来是收了。可以去捡一下吗？不要了，不要。哎，我可以走第一个吗？让他们全部下去，我们不要再走。那个地方有点陡，还有哦，不要再挂心捡垃圾了，先专心走完这一段。以后这个高落差的地方哦，如果你们踩到石头会滑动，就让石头掉下去。但是你掉下去，你一定要喊石头掉下去，或者喊落石，好，然后下面的人就会赶快抬起来这个落石，要不然你踩下去没事，那个石头掉下去会砸到下面那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踩到它掉下去要你要喊，告诉下面的人有石头掉下去了，过去，他说对，然后他要闪开。这个规定这一站不能捡垃圾。我刚才先看到很久了，刚才也是盯着看。破鞋子，就像我们的了。哎，多捡些垃圾。破一个鞋子。洗10分的鞋。插在这边，这个到底怎么？好了。那里呢？可能它是从这里掉下去了。简不简单？好恐怖，还好。这样蛮好，我想吃什么？我们2个是主力。对啊，我的主力是这一包，我的是一开始的主力，第2主力，第3主力。现在我的最重了吧？其实坏掉就在这边，就是这个，该不会还有？对啊。哇，你用屁股滑下去了。哦，就是平常爬山，就是爬山，看看风景，做做野外观察之类的，就都没有清洁过。我去海边也没有净滩，就第一次一边走还要到处看有没有垃圾。我要糟糕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捡到，哎，你的破掉了。哎，到齐了。最柔树，哦，你看它的叶子比我们江下山底下看的叶子还要大，它要大叶雀，它叶子比较大。为什么要比较大？我不知道，要问他。你靠近问他看看，它为什么长得比人家大？叶子那么大？山上嘅葉味因為較細到日頭，故所比山下嘅還較太皮。可是没有掉，我才破一个，我刚刚连破都没有破。挑戰嘅腳步，大家天天嚟為我協調來，享受大自然當中嘅樂趣。那也看不到那里很像细细的，那里超细的，对不对？那边。对啊，它不会攻击的，它这叫凝态动作，它就固定在那边，等那个猎物直接过来。哦。它很简单，它是你就静态型的。到我的射程范围之后，它能够吃得到，它才吃，所以它是保持不动的。它最高纪录可以1个月都不要动。哇，你可以吗？这边好多水管哦，这水管会不会不好？我鞋子应该已经被我磨松快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猴子的便便啊？猴子的便便。你没有看过它在堆粪？推粪？没有，我没有看过粪。我在书上看过。看过。没有看过粪金龟。我有看过那个《城隍物语》里面。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？看到有便便就叫它把它推走。它会把它堆成一个很像滚雪球，这样慢慢推，推回去那个它的巢穴。所以结束了吗？好，现在有没有人要放弃？这边可以下山哦。还要再几公尺？现在145。哦，不高。 145，318减145，我还剩200多，170，还170。啊，是巧克力。你干嘛擦人家的鞋？水壶拿出来喝水。你是擦鞋的小人。补充水分。这个都是点心重量最好的时候。啊，喝水。巧克力。不会你有看过相声瓦舍？
象征瓦色。象征完这了，有。真的。差不多。我记得开趴了。这个泡泡上车好爽。很爽哈。所以我们还要爬多少1/3不到。真的很容易吗？不是，我是说还要再爬海拔几？就会全程走到不过我们也爬了蛮久的。那边好多罐头，那些都不能捡啊。为什么不捡？登山小站站。这边好像山海印，我快跑不下去了。朋友怎么了？大家在前面等你啊。过天了，我刚才一到又要出发，所以我就要过天。不过天才有鬼。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再喝一口水。等一下要大下坡又上坡。对，重心降低，重心降低。不用做事了，对 ，OK 了。哇，真的不小心落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快，动作不要太大。风吹强行合作，染到洞洞嘅垃圾。不過南吹將默默嘅愛粉做按腰呢，大家各自向前進。長春鐵山嘅專家老虎做盤，老太家體力越來越遠咧。加油，快到了。海拔幾公尺？強強要行唔前途嘅做按腰，根本講可以拍幾多公差嘅啊，袂到嘅嘛，經常會了。你这样走的速度有一点慢哎。他左岸右嘞，还有一个嘞，左岸右嘞。哇哦！这里是最佳视野点。身体稍微往这边倾斜，这个岛好眼熟，我非常的倾斜在这边，非常的倾斜，不要倾得太斜哦。我差点死掉，居就没戏唱了 ，Game over。哎，不知道粒粒皆辛。大家按辛苦一步一步嘅行定，做上為到散燈嘅。不過卻陰陰嘅做按腰，為成功無呢。大家就為到目的咧，做按腰，行啲路空掉，喺成功條度見啲嘅相，愛放希望啊，腳步按重按慢，啊，行嘅到散燈無呢。坐。好。左岸右，你的背包嘞？你的垃圾还在哈？我捡了一包哎。啊，那罗云真的。他虽然落队，嘴巴会喃喃自语，但是他不会想说我要放弃，我要下去。然后经过适当的鼓励，他还是非常的坚持，最后还是跟大家一起走到终点。有一种很想放弃的感觉，一直沉在心底下，还没爆发出来。可是你不是放弃的人，对不对？
外表看起来是这样。好难哦。可是今天是到我很想要去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不会那么难。我有一个地方很深刻，裸岩那边有一块，整个是一块大石头铺起来的，我根本过不去。然后刚好中间有一个凹坑，那个凹坑比较难爬，因为那个绳子就粘在凹坑，我就直接躺在那上面了，然后这样的看风景，而且它是这样子，然后中间是弯的，我就躺在那边抓着绳子在看风景。恭喜你！夜下愛進行水工飲歷史嘅任務，大家會順時拿到分數冇呢？小站起可以哈。身体要向后仰，身体要向后仰。好，腿打直，腿打直。所以你看他很快就会哈。OK。队长你很赞哦，加油加油，再努力。好。遇到歷史亦都散落度唔好飲，故所我用水工嘅方式將飲呢度哦。水工係利用手嘅留下鋼器嘅摩擦力，控制工下去速度嘅技巧。好，成功。鼓励大家。对吧？好，停住，先站两个脚停。他给我印象很深刻是他的体能很好，他下去捡垃圾的时候特别挑那个很大的水桶上来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把他们拉上来的时候是靠这个扣环让他们拖上，但是这位小朋友不是，他是靠自己的手的力量拉自己爬上来。我没捡到哦，差1公尺那绳子不够，你们也捡不到啊，同学。让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勇他去捡那个球，他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小朋友他的目标很确定，但是他又会评估他手上的资源够不够，他的绳子够不够长。借我拿一下好不好？他是算一个还蛮贴心、蛮懂事的小孩，不管是在生活上面，或是说课业上面，跟他讲，几乎用沟通的方式都可以做得很好，不需要说用到鞭子啊什么样子去打骂这样他。我很喜欢围棋，所以这里有我很多的奖杯跟奖牌，然后这是奖状，这是我的段位证书。永达平常在学校就是一个相当体贴而且活泼外向，跟同学都相处很好的孩子。不仅仅是在什么球类运动啊，或者是一些特色体验、攀树、爬树之外，对于这些自然生态探索，他也有非常高度的兴趣。啊，你要加油，你要给我加油！你很棒！大家總算順時功德，來到奇米山寺誒。啲下奇米山嘅制高點，撒下來嘅任務係乜嘅呢？千尋，廿八任務除咗千山以外，還愛千尋。大家各撒去前一啲蔬菜，30分鐘點點做唔同講法，常做得用文字也係畫圖來表示。因为这样内容嘅完整度了评分。一开始觉得有点不能说话，有点痛苦，然后写完心得以后又画了一大堆插图。喺冇講法嘅時節，其他嘅感受器官自然就會打開來嘅。因為目睭會看到行卡真，耳根會聽到行卡清楚，對山空各種聲音。你變到行卡敏感，點點唔講法，本應行卡好去 TV， 太自然又結真咩？我在看云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云看起来就像一个城堡，然后又有时候它看起来就像一座山，然后它后面还有一座山。觉得
跟大自然很接近，就会觉得心情比较开朗。我写那些应该是那个，就是该怎么讲？大概就是随便乱写一下吧。爬山太累了，啦。其实我也搞不懂我要画什么。爬山很好玩呢，然后没想到上去之后半个小时不能说话，结果我以为说我不能撑下去，结果我还是一样撑过去了。对。你们今天的表现哦，实在是真的让我们太意外了。我们还是有几个问题要请问你们。今天我们是朝哪个方向走？哦，那么简单。1、2、3。对，东边是东边。东位起，因为东位起，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。哎，西边落下，它这里是那么简单。哎，你太紧张了。现在的高度是多少？明真。91。啊？那个91是那个阶梯的914阶。318。对，318。我们在户外活动，是不是以尽量不干扰动物为原则？专用。哎呦，怎么每个人都不理我？我听到啊，我也有听到啊。你要我们怎么回应你？没有信心的，气很虚的回答。大声回答，答案是什么？现在开始，我们要验证你们今天的战利品。我们先从黄队来把那个热身拿出来。聚宝盆来哦！辛苦你了。看这里，看红色，看红色的。然后参与350公克，3500公克吧。平日平所山内的航空，希望出样嘞。没想到我分数居然这么高，超开心的。那希望我能晋级下一次的。反正就是在考虑啊，考虑要不要，就是努力把它扳回一城。能得到第3名，超棒的。我分数看法，其实我没有对分数感觉很重要，我觉得玩还比分数重要哎。也下一份全国嘅前3煞係何小文、朱興發、莊雲灘。就有力，我现在好有力。